这种硬膜外血肿最关键就是要快，海上开颅抓紧一切时间，我们要就上头皮夹，不去详细止血什么的，关键就是把这坨血清出来，这是要命的事儿啊！只要你做得快，愈后就好。来打水，打水，来悬吊，悬吊有，来把钻给我，钻有，来换洗刀，换洗刀哈，马上来啊！来，再来水。啊。因为小孩子嘛，平时在家里蹦蹦跳跳，摔了很正常的，所以那个时候一摔了之后呢，就没想到那么严重，毕竟摔下的那个位置也不高。